最大嘅動力想繼續落去，就係因為覺得自己未到頂。作為一個香港運動員，去到我自己嘅極限嘅時候，我都好想知道到底可以跳得到幾遠。我係余雅欣 Tiffany， 今年28歲，我而家係一個跳遠運動員。第一次開始接觸跳遠嘅時候，就係3年班一個田徑嘅比賽入邊啦。當時覺得跳遠都幾好玩啦，同埋又可以贏到啦。我覺得田徑係一個好刺激嘅項目，即係好直接嘅觀感上，每一個運動員嘅每一次嘅試跳或者試擲，到底佢成唔成功嘅時候，無論係作為一個觀眾定係作為一個運動員都好，都會有嗰種好緊張刺激嘅感覺啦。去到真係成為一個跳遠運動員嘅時候，就係18歲嗰年迎嚟咗一個大嘅 PB 啦。當時嗰個 PB 係好接近當年嘅香港紀錄，但係直到而家目前呢一刻為止，我都仍然覺得自己係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。你要做到田徑嘅任何一個項目，你唔係淨係喺條 track 嗰度不停咁跑啊，就不停咁跳。跳遠嗰方面，由發力啊，我落腳嘅位置啊，好想試下點樣先至可以每一步都做得好完美，咁我先至可以揾到我自己嘅極限喺邊啊。運動員嘅生活需要好自律啦，你係真係需要將所有嘅習慣融入去你嘅生活入邊，包括係飲食啦、練習之後嘅恢復啦，咁呢一啲嘢都係練習以外你需要繼續做。咁可能有時喺做得唔好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 frustrating 咯。但係過咗嗰個好迷惘嘅時候，之後嗰個結果係值得嘅。我自己最難忘嘅比賽其實就係2023年嘅亞運啦，因為嗰次係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喺亞運度出賽啦，咁亦都係嗰一次破香港紀錄咁樣贏咗一塊銅牌嘅。嗰年其實都經歷緊一個唔係好順利嘅賽季啦，亦都係喺比賽之前幾個月嘅時候，我嘅婆婆就離開咗啦。咁所以嗰年無論係身體上定係心靈上，都係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時期。有時你未曾見過之前，你只可以選擇相信。最後都真係捱過咗，咁然後喺亞運嗰度表現到一個好嘅成績，仲要係可以做到 PB 攞牌同埋破香港紀錄咯。如果我同細個嘅自己講，我希望可以話到俾佢知，你只要繼續相信自己嘅決定，去繼續努力就得啦。真係唔需要質疑自己係咪一個真係適合做運動員嘅人，因為既然條路係你揀嘅，就繼續行落去，相信自己啦。我自己嘅夢想係成為一個令到自己驕傲嘅人，因為會為自己而驕傲嘅話，其實係一個人生入邊最大嘅成就啦。咁你只要做到最好，其實就唔需要有遺憾。